小轎車拄駛行，往倒並切，後壁的特警車被負反應，雙方發生 A 浪，修理車失控，直直衝向分隔島，車弄一個反彈，心甲真大力，車殼零件噴過塗骹。一看這代誌啊，烏小轎車竟然油門打落，破壞車禍現場。修理車細用的駕駛倒手骨里，真疼家己脫身，徛佇車邊叫救護車駛隊這邊來，因為弄甲真力，車內的安全氣囊攏崩潰。警消趕到現場緊急救援，在後壁30歲細數的女乘客掉佇車內，因為伊弄着頭殼，當場無氣，送病院搶救，目前也未脫離危險。閃了一下，轉到分隔島上，還做大聲吼。蹦一下，橫臥於這個駕駛座的後座啊，那車頭嚴重變形，我們研判為高能量撞擊。車禍都發生在昨暝12點59，嘉義新濱路甲市州五街口。經過了解，佫是假毒賽車。吳姓男駕駛檢測結果呈毒品陽性反應。事發的現場路大條，佫直溜溜，無看到測速的攝像機，所以附近的居民講，3更半暝定聽到外口有人咧騙車。那安尼，咖啡店的門口也接款違停車輛，種種的交通違規攏無改善，造成民眾的困擾，也是安全的隱憂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